好，咱看到这个风台已经渐渐挖进咱的东部海域。虽然讲这个海上风台警报也未发布，也毋过台东的渔民已经先来准备啊。除了这渔船是赶紧入港甲绑好条以外，这来回离岛的船只，今仔日早起也开始来加派船帮，要甲2000多人再登来本岛。另外，伫个台东种油来的农民是烦恼这个风台会甲果子甲渗落来，所以也赶紧来抢修。 台东县是国内油来第4大产区，面积有180公顷。即马油来已经在生啊，不过风台嘛愈来愈挖近东部，农民烦恼风伤透会造成损失，透早就赶紧去甲已经9分的办起来。其实洛梨它很重嘛，那如果风太大，它一吹啊，它其实果柄这边就很容易断，然后就会落果。东部海面的风影愈来愈大。 往回离岛客船的业者，日规工开出7帮船，要赶伫个海上风台警报发布进前，甲绿岛甲南苏2000外游客再登来本岛。因为外海风影变大，较有经验的渔民日嘛无要出海，透早就伫个港的甲渔船啊绑咧。你要办就是要用早，渔船啊侪。船头要转向，才不会造成渔船碰坏掉。目前东部外海风影愈来愈大。 客船的业者宣布23甲24会停驶，25就要看海面风影的情形，才决定敢是要开船。台东农改场嘛特别呼吁农民，都要赶紧做预防措施，避免造成农业灾害损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